最近，歌星何韻詩同達賴喇嘛嘅一張合照，喺中港兩地引起軒然大波。當何韻詩握住達賴嘅手講我被馴服了嗰一刻，亦正式為自己嘅演藝事業蓋棺。香港人或者唔明白，點解內地人對任何同達賴有關嘅事情都咁大反應嘅呢？嗰啲舉住雪山獅子旗嘅年輕人，甚至可能以為出走國外嘅達賴係為咗逃避極權而奔向自由世界。真相係咪咁嘅呢？今集屈榮年人物專訪系列，我哋請嚟 HKG 報博客曾才安先生，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達賴係一個點樣嘅人，何韻詩握過嘅係一隻點樣嘅手。曾才安先生係香港警務處嘅退休總警司，10幾年嚟以公餘嘅時間為警察部嘅同工進行歷史講學。佢尤其熟悉中國當代嘅發展，所以喺何韻詩事件之後，曾 Sir 喺香港 G 報發表咗題為《何韻詩被老農奴主馴服》嘅文章，提出咗香港人要以西藏嘅歷史為鑑，慎防明日嘅香港變成昨日嘅西藏。咁佢本身嚟講咧，就1935年咧喺呢個青海省嗰度出世嘅咁樣。咁你3歲嘅時候咧揀做靈童啦，轉世靈童啦，係嘛？咁跟住之後咧就係然之後咧就1939年咧就俾人湊咗入去呢個布達拉宮，從此咧接受咧佢嗰個藏傳佛教嘅訓練啦。咁樣呢段時間嘅細蚊仔咁跟住之後咧就仲未親政，咁冇乜嘢啦。咁但係咧喺1951年嘅時候咧，佢當時已經親政嚟嘅。咁親政點解咧？因為咧西藏地方政府咧就同中央政府打咗場仗，跟住之後咧叫做槍刀戰役啦，咁打輸咗，咁結果咧就要接受中央政府嗰個和平解放嗰個條約啦，簽咗條約嘅，嗰個叫17條啦。咁佢當時嚟講，西藏係咩嘅一個世界咧？咁樣叫農奴世界，喺我哋中國咧，或者甚至乎全世界咧係唯一僅存嘅一個奴隸制嘅社會。即係達賴當政嘅時候就係一個奴隸嘅社會。係啦，佢接手之後，佢接手嘅時候係一個奴隸嘅社會咯。我哋叫佢農奴，因為佢咧西藏嗰時係農業社會啊嘛。咁主要嚟講，奴隸咧就攞嚟耕田嘅，從事呢個農業生產。咁所以咧，我哋叫做農奴制度啦咁樣。咁佢一路咧由1951年咧，至到1959年咧，西藏發生呢一個大嘅叛亂嘅軍事行動啦。咁呢前後咧就8年時間咧，喺佢嘅統治之下，佢係至高無上嘅宗教同埋政治領袖。當時嚟講，政教合一嘅呢個農奴制度咧係完全冇改變。咁啲農奴係咩咧？咁樣第一係冇咗人身自由，呢個就咁相對嚟講濕碎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咧，佢本身係奴隸啦，佢嘅生命屬於佢嘅主人。啲主人係邊啲人咧？兩大類人啦，就係達賴底下嘅一個，即係嗰啲貴族，同埋咧另外一個咧就係嗰啲大喇嘛。咁呢啲農奴嘅數目咧係佔咗當時嘅人口咧，西藏人口嘅90%以上。咁所以咧就佢係最大嘅一個奴隸集團嘅頭，法律寫明嘅就係話農奴主本身嚟講嘅價值咧，就等於咧佢個身體重量嘅黃金，而奴隸本人咧嘅生命嘅價值咧，等於一條草繩。咁點解等於一條草繩又唔係其他咧？咁樣，因為咧作為奴隸咧，其實咧佢係乜都冇嘅。咁而西藏嗰個人嘅習俗咧，就係當佢死咗之後咧，綁佢去即係做一個葬禮，就係用一條草繩嘅。即係話咧，如果你條草繩，佢一定要將佢擺成咧，綁成一個咧，好似即係屈埋個膝，攬住膝頭嗰個咁嘅姿態嘅。即係話咧，如果你個主人唔俾條繩佢嘅話咧，佢連最後一條繩咧去殮葬，佢都拎唔出嚟，佢都冇。咁至於你話佢在生嘅時候犯咗任何嘅錯誤，或者由於咧佢嘅主人佢嘅奴隸主個人嘅喜好，或者飲醉酒或者情緒唔好咁樣。咁你就隨時咧將佢斬手斬腳挖眼剝皮呢個咧就剝皮咁就係好常見嘅事。嗱，咁佢哋剝皮剝得好有技巧喎，佢哋唔係用一個刀去，而係用水銀咯。即係話你喺身體入邊咧
切開一個缺口，然之後咧不斷將啲水銀咧倒入嗰個皮膚同埋你肌肉嗰個缺口嗰度咯。然之後啲水銀因為有重量嘅，亦都有毒啦，咁慢慢咧就會將你啲皮咧一路咧浸同你啲肉呢度分開。咁慢慢咧需要咧一段時間啦，咁譬如話若干小時之後咧，先至咧係佢不斷咁倒水銀咯，咁越嚟越多水銀，咁就將嗰啲皮咧同啲肌肉分開。咁過程之中咧，個人當然係未死啦，係咪？就算佢嗰啲皮剝咗之後咧，都要一段時間先會死嘅。咁所以你話嗰種殘酷嘅程度咧，係非一般人可以想像。咁但係1959年逃離西藏嘅時候咧，佢曾經帶咗一啲禮物咧，係準備咧獻俾美國政府嘅。其中有一塊咧就係剝得最靚嘅人皮。啊，真係。係啊。歷史上係即係你可以睇到嗰幅人皮。嗰幅人皮點解最靚咧？除咗剝得最靚之外咧，同埋上高咧係畫咗啲唐卡畫，即係佛像啊呢樣啊嗰樣啊咁樣。咁佢認為咧係最珍貴，當時嚟講，諗住咧就獻俾美國嘅政府。咁你會睇到就話有9年時間俾佢改，即係話咧將呢個咧咁殘暴不仁嘅奴隸制度咧係去改變嘅。但係咧，佢不但只係冇改動，而且咧喺中央政府推動之下，佢咧係唔及起佢底下嗰啲貴族啊、寺廟嗰啲大喇嘛啊成咁樣咧，就係反抗中央政府咧係對西藏進行一個咧叫現代化嘅一個政治同埋社會嘅改革嘅。咁所謂現代化咧，仲未講到話咩機械化呢樣嗰樣，而只不過咧就係話將啲農奴咧，好似美國黑人咁樣林肯解放黑奴咁樣，係解放出嚟廢除呢個制度，都唔肯。即係佢反對。係佢冇公然話反對，但係佢所作所為咧，由1950年嘅親政51年咧就17條嘅簽訂啦，之後咧陸陸續續咧佢係支持嗰啲咧反對解放奴隸嘅集團。而且咧係縱容佢哋咯。如果仲喺西藏嘅話咧，我相信西藏社會咧依家都仲係咧農奴嘅制度咯。當年達賴喇嘛率領600-700個親屬、隨從同埋高級官員逃亡海外嘅時候，就曾經帶走咗67件嘅人皮製品同埋人骨法器，分別贈俾印度政府、歐美政府同埋呢啲國家嘅高級官員。當時美國政府除咗獲得達賴喇嘛送贈2件人皮唐卡，仲有1件人頭骨嘅法器，一個用人骨製成手把嘅轉經筒，而2位高級官員呢，更加得到一啲藏刀，呢啲藏刀嘅刀鞘係用人皮製成嘅。所以評價一個國家或者一個人，唔係睇佢講過啲乜嘢話，而係睇佢做過啲乜嘢事。一雙雙高舉民主自由嘅手，原來曾經把玩過人皮人骨，你就會明白佢哋究竟係一啲乜嘢嘅人。1951年年尾嘅時候咧，已經咧西藏嘅所謂知識分子上層嘅貴族同埋啲大喇嘛咧，已經喺達賴喇嘛即係14世達賴喇嘛嘅庇護之下咧，開始咧係假借人民嘅嗰個名義咧，就成立一個咧就係非法嘅人民議會，用嚟咧就係所謂抗衡咧中央政府喺西藏嗰個設立嘅嗰個政治嘅架構。咁呢個人民議會咧，佢當時嘅主題做咩咧？好簡單嘅啫，就要求咧解放軍咧係撤出西藏。咁結果咧就搞好多動亂。1959年嘅3月啦，咁咧就喺西藏拉薩咧正式爆發全面嘅一個武裝叛亂。咁中間有好多示威啊、抗議啊、衝突啊咁樣。所謂叫做咧係包圍中央政府嘅辦事處，就等於好似中聯辦咁啦。外邊啱成日咧都有人湧過去嗰度啦咁樣。譬如話佢有好多咧就係針對住中央派去嘅所謂漢人啊，當時佢有分別啦，漢人譬如話啲軍隊唔賣糧食俾佢，杯葛佢。譬如話咧係對佢嘅所有嘅所謂嘅施政咧嘅行為咧，全部咧都係用攻擊嘅態度。嗰啲行為咧，其實咧就咩咧？就係中央政府咧係希望咧喺某種程度上咧
係解除嗰啲農奴咧各方面嘅嗰個控制制約嘅。譬如話同佢贈醫施藥啦，教佢哋識字啦，提供一定嘅工作機會俾佢哋啦咁樣。咁但係呢啲咧就被視為咧就係所謂叫做中央政府咧係攻擊西藏人民嘅行為嘅。咁所以咧佢而家不斷咧用喺社會嗰種暗湧咧係去希望抵消中央政府喺嗰度嘅嗰個積極嘅力量咯。1959年嘅時候3月咧，佢哋咧直情咧係將整個拉薩咧係反轉嘅，因為佢哋咧有成3-4千個武裝分子咧就走咗去拉薩，咁啊進行咧公開嘅武裝叛亂。咁呢個時候咧，中央政府咧就係、準備好㗎啦，呢解放軍入藏解放軍咧有冇1000人到啦，咁就將佢哋咧係喺3日之內咧係用武力解決咗嘅，因為佢哋武裝叛亂啊嘛，已經係公然咧係殺害支持中央政府嘅西藏人，包括咧當時嚟講咧係西藏軍隊嘅司令都俾佢打傷嘅。西藏人嚟嘅，咁咧就其他嘅官員咧，中低層官員俾佢殺嘅咧，就不計其數啦，西藏人喎。咁所以咧就中央政府咧覺得咧就係已經係冇辦法再退嘅嘛。咁所以咧就喺1959年嘅3月20號咧，就直情咧就係用武力鎮壓呢啲叛亂。咁3日之內咧就將佢哋瓦解咗。咁喺之前咧，達賴喇嘛咧就喺3月17號啊，就離開西藏拉薩，咁啊走咗去山南地區，即係同印度接壤嘅。跟住咧就係、當時嚟講帶咗600-700人到啦。喺3月29號咧，即係1959年，周恩來總理咧就喺代表國務院咧出嚟就宣布咧，就係話廢除17條，即係話咧以前咧同你簽訂咗之後，點樣咧高度自治啊，呢樣嗰樣啊，保持啊啲咧係完全廢除啦。立即咧係籌備一個咧同其他嘅省份嘅自治區一樣嘅政府。咁咧就由今次咧就由班禪喇嘛咧就做呢一個籌備委員會嘅主席。睇完呢段西藏歷史，大家會唔會覺得有啲似曾相識呢？當日中央政府不斷給予西藏優厚條件，以華郵政策一直退讓，結果達賴集團都係唔領情，迫使中央出手以武力解決問題。最近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嘅發言裏邊提及，大家一齊埋單，係咪就係中央俾香港人亮起嘅一盞黃燈？